手騷擾佢哋。好，咁呢邊起跑啦！哇，起步好快喎！冇錯，第8線嘅蘇羅曼，哇一下彈出去，已經過咗第9線嘅斯里蘭卡選手啊！入邊卡塔爾選手都跟得好近啊，馬哈馬達望住佢嚟追，但係見到咧蘇羅曼真係拉得好遠啦，已經去到對面200米都係蘇羅曼，加速啊嚇，已經有接近1秒嘅優勢啦！哇，完全冇任何保留啊，拉得極遠啦已經。入邊嘅第5線嘅馬哈馬特卡塔爾選手開始追翻上嚟啦，但係見到第8線蘇羅曼咧已經係有10米嘅距離啊！冇錯，哇好難追啦，已經2位卡塔爾嘅選手追一位阿聯酋嘅選手。前面阿聯酋選手開始慢咗少少，後面卡塔爾追緊上嚟啦，追唔追到呢？去到後面衝線都係阿聯酋嘅選手蘇羅曼，44秒85， 44秒85啊！新嘅賽會紀錄，非常之出色嘅一個時間啊，同亞洲紀錄係爭半秒嘅啫。第2名45秒19啊，卡塔爾嘅選手，2位卡塔爾選手啦，去到後段都逼住佢啦，但係都俾唔到好大壓力佢啊，因為佢前面呢200米已經打得超級快啦，冇人追到佢啦。去到後面，就算開始收慢呢，都已經追唔到佢啦，因為前面都打得太快啦。第4係斯里蘭卡，第5係斯里蘭卡嘅選手都係2位頭5都係進入46秒內啊！見到2位斯里蘭卡選手係同一個時間，跟住有第6嘅中國選手葉偉欽46秒83。好犀利啊！under 40秒嘅成績，非常之快嘅一場比賽。起步已經係好進取啊！冇錯，見到佢去到300米嘅時候呢，已經係超越咗外面斯里蘭卡嘅選手薩德夫啦。非常之進取嘅跑法啦，蘇羅曼亦都為攞到今年亞洲 U24 400米男子嘅金牌啊！